先頒嘅咧係美術啊。咁啊，美術獎咧其實應該幾大機會係科學怪人啊。咁我講講有個提名名單先啦。咁啊，首先今年嘅提名名單包括咗有科學怪人啦、哈姆尼特啦、編造之才啦、一戰再戰同埋罪人們嘅。咁而之前咧，科學怪人已經喺呢個美術公會嗰度咧贏咗最佳美術指導個獎項㗎啦。咁所以佢嗰個機會係比較大啲嘅。咁啊，果然啊，亦都真係科學怪人贏出咗最佳美術指導啊！咁啊，佢已經贏咗3個獎㗎，都係呢啲美術獎嘅，包括咗最佳服裝指導啦、最佳美術指導啦，同埋最佳髮型與化妝啊！咁啊，其實賽前都係大熱之一嚟㗎啦，因為成個嘅哥德式嘅嗰個質感啊，都係喺呢套戲入邊咧，好好咁呈現咗出嚟嘅。啊！大家留意我下邊條巴咧，其實係有不斷更新翻咧整個嘅得獎名單嘅。咁如果下邊入邊有啲咩錯咧，記得提翻我，因為大家見到其實好多嘢做緊啊。係視覺效果嘅提名名單啦。咁啊，《阿凡達3》啦，F1 電影啦，《侏羅紀世界重生》啦，《火海救援號》啦，同埋《罪人們》嘅。咁啊，其實咧，《阿凡達3》咧，今次係呢套戲咧比較少喺今次奧斯卡提名嘅。過去咧，其實佢除咗呢啲視覺效果提名之外咧，其實亦都有提名呢個即係最佳攝影啊等等嘅。但係今次咧就只係得翻咧最佳服裝指導同埋最佳視覺效果提名嘅。不過佢贏嘅機會都比較大嘅，其實。咁啊，果然啦，真係呢個《阿凡達3》咧係贏出咗最佳視覺效果獎啊！咁啊，始終咧一套戲咧有差唔多，我諗9成9嘅都係靠後期製作啊，有視覺特效等等嘅情況下咧，佢嗰個佔優嘅機會係比較大啲。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其他電影嘅嗰個嘅能力咧，我強烈建議大家去睇下呢套《火海救援號》啊，《The Lost Bus》啊。咁呢套其實喺 Apple TV Plus 就有得睇，係佢哋嘅電影嚟。呢套戲其實亦都有個難處，就係喺一個現實嘅場景度拍攝情況下，去加啲視覺效果。不過始終《阿凡達3》呢類型嘅電影，如果喺視覺效果獎都輸埋嘅咧，咁啊真係似乎有啲即係講唔過啦。咁所以今次亦都一樣係頒咗俾《阿凡達3》。有啲人有網友留言就話其實中意 F1 多啲啦。咁 F1 其實佢都係標榜佢係比較多一個嘅實拍嘅，咁所以咧喺嗰個視覺效果上面咧都算係比較難可以喺呢度贏到呢啲獎項。咁啊而家咧就 Jimmy Kimmel 就上咗台準備頒獎。咁佢係頒最佳呢個紀錄片嘅。咁佢繼續講翻佢啲有啲 get 啦，即係有串下 CBS 啊咁啦。啊，先係由短片開始先嘅。咁啊，咁呢幾套嘅短片咧，其實都有包括咗好多嘅唔同嘅新聞事件啊，包括咗有呢個戰爭啊等等嘅事情發生嘅。咁我哋而家睇下佢最後得獎結果。得獎嘅係《All the Empty Rooms》啊。呢套戲咧，其實係同呢個嘅校園槍擊事件有關咁。咁佢係去翻一啲即係失去咗兒童嘅家人，佢哋嗰啲房間嗰度拍攝，係以一個咁樣嘅形式去建構講翻美國嘅呢個槍擊事件嘅呢個危害性嘅。
咁呢套戲咧，其實亦都係大家可以喺呢個 Netflix 可以睇到，跟住就會係頒發呢個最佳紀錄片嘅。咁先睇下提名名單先啦。有呢個 The Alabama Solution 啦，Come See Me in the Good Light 啦，Cutting Through Rocks 啦，Mr. Nobody Against Putin 啦，同埋 The Perfect Neighbor。Perfect Neighbor 亦都係喺呢個 Netflix 有得睇，機會係幾大。咁啊，結果咧係一套咧我諗大家都幾值得去睇下嘅。其實香港好似國際電影節有做嘅，就係 Mr. Nobody Against Putin 啊。咁啊係對於呢個俄羅斯嘅事件啦，咁啊有一位人士就係拍咗條片去同佢對質咁樣樣嘅。咁呢個都係幾有趣嘅一套電影啊！今年嘅紀錄片其實都好多都係關注人權問題啊呢方面嘅嘢啊。咁啊，大會而家亦都去廣告，我哋亦都唞一唞。啱啱上台，而家準備係一班嘅喜劇女演員啊。咁佢哋就會頒發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啊，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啊。咁啊，而家台上佢哋就讀一啲，即係話台下啲觀眾寫俾佢哋嘅一啲留言啦。咁啊，幾位其實佢哋幾位喜劇女演員咧，都唔係第一次上台一齊頒獎噶啦。咁啊，今次再一齊上台頒獎啦，咁啊都係玩啲 get 咁啦。因為其實可能咧音樂獎呢啲音樂嘅獎項都係比較可能觀眾會覺得悶啊，咁所以都嘗試係揾一啲得意嘅嘢啦，即係寫下啲大家都唔係講緊個配樂噶啦，跟住就講緊其他嘢。咁我哋睇下個提名名單啦。提名名單咧就包括咗有暴風尼亞啦、科學怪人啦、哈姆尼特啦、一戰再戰同埋罪人們嘅。咁而今次咧，我相信得獎機會大嘅咧，應該會係罪人們會大啲嘅，因為佢喺整個嗰個配樂上面啊、音樂嗰個運用上面啊、揀嘅歌啊等等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嘅。最後真係啦，罪人們係贏出咗呢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㗎。咁其實 Louis Goosson 啊，應該係讀我都應該係咁樣讀啊。Louis Goosson 咧，其實佢之前咧已經憑住黑豹啦，同埋奧本海默咧贏過兩次嘅最佳原創音樂獎㗎啦。咁啊，今次亦都係佢咧同黑豹導演啦，即係再一次合作啦。咁喺今次喺罪人們咧就贏多第三次嘅呢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啦。跟住咧就會係頒發最佳音效啊！咁啊，最佳音效咧就其實都好睇，究竟對即係啲嘅特別嘅聲音效果啊呢方面嘅嘢。咁如果大家知咧，其實咧電影嘅嗰個嘅音效啊，或者嗰啲聲音咧，其實全部都係後製嘅，就唔係現場嗰度拍出嚟嘅嗰啲聲音啊，即係譬如打鬥聲啊，或者係一啲嘅爆玻璃等聲啊，其實都係一啲經過後期係有製作嘅。即係大家唔好就係以為一啲係啦，好奇怪嘅聲效先至係真係透過聲效去製作。其實好多嘅，譬如就算行路啊、樓梯啊、木啊啲聲咧，其實都係透過聲效去做嘅。咁啊，我哋睇下提名名單咧，就包括咗有 F1 電影啦、科學怪人啦、一戰再戰啦、
罪人們同埋最佳國際電影有份提名嘅《末世狂沙》。咁呢套戲咧嚟緊係呢個香港國際電影節亦都會有上映嘅。最佳音效獎我自己估計啊，應該都係罪人們得嘅機會會比較大一啲。咁啊，睇下結果係咪真係咁樣樣啦。哦，結果咧係由 F1 呢套電影係贏出咗啊！咁 F1 咧其實今年咧喺奧斯卡咧係有三項提名嘅，咁啊包括咗最佳視覺效果啦、最佳剪接同埋最佳音效嘅，而今次佢係贏咗呢個最佳音效獎啊！咁啊，當然啦，之前都已經之前都已經有講啦，一套嘅賽車電影入邊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引擎聲啊，一啲嘅轉彎啊、拍啊等等嘅聲音咧，都係要透過啲音效嘅專家去幫佢配落去啊。咁所以今次攞呢個獎項亦都係實至名歸。睇跟住落嚟頒咩獎啦？係而家有奧斯卡呢個主席啊，而家就上台就。哦，佢係介紹翻之前頒咗嘅一啲嘅 Honor 嘅獎項，就係而家叫做 Governor Honor 嘅獎項。咁係之前喺另一個頒獎典禮已經做咗㗎啦。咁佢而家就介紹翻呢啲嘅得獎者。咁啊，都同大家講下啦。嚟緊咧，只係剩翻六個獎項未頒嘅啫。咁啊，包括咗最佳國際電影啦、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啦，跟住仲有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同埋最佳電影嘅。咁啊，而家咧暫時嚟講咧，係由一戰再戰咧就領先緊整個頒獎禮嘅。而家一戰再戰咧，就係先係有呢個最佳男配角獎啦、最佳選角獎啦，同埋最佳改編劇本獎嘅。而科學怪人咧就攞咗3個嘅呢個嘅美術獎啦，包括最佳美術指導啦、最佳服裝指導啦、最佳髮型化妝。跟住就係罪人們咧，暫時就係有2項獎嘅，就係最佳原創劇本同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嘅。咁嚟緊嘅呢6個獎項咧，其實都幾睇，即係會係邊個係真係大贏家啦。咁啊，之前都已經預計咧，係一戰再戰同罪人們咧，會喺呢個最佳電影同埋最佳導演嗰度會有幾大嘅爭逐嘅。而喺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入邊咧，其實之前亦都係比較大機會嘅咧，就係 K-pop Demon Hunter 嘅 Golden 啊。咁啊〜我哋等陣睇下呢個奧斯卡翻嚟會有啲咩嘅驚喜俾大家啦！即係究竟Timothy 佢會唔會可以首次贏咗呢個最佳男主角咧？跟住Jessie Buckley 又可唔可以首次贏出最佳影后，即係最佳女主角咧？Paul Thomas Anderson 會唔會成為繼呢個 Sean Baker 之後第二個即係又可以連贏咗最佳原創最佳改編劇本，跟住又可以贏埋呢個最佳導演啊、最佳電影咁樣樣咧？咁我哋跟住落嚟就要睇下最後呢幾個獎項究竟會係花落誰家。喺另外有一個比較重要獎項，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最佳國際電影啊。咁啊，即係之前嘅所謂嘅最佳外語片啊。咁啊，今年嘅提名單咧都係幾套係我覺得非常之好睇嘅，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其中有末世狂沙係咪唔應該列入嚟咧？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作為唔同類型嘅電影或者唔同類型嘅國家嘅地方，佢有佢唔同嘅 style 嘅嘢咧，可以喺奧斯卡呢個咁大嘅舞台俾大家睇到，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嘅。咁而且而且咧，今年嘅有2套嘅國際電影咧，都入圍咗呢個最佳電影嘅，咁所以都係睇到咧，奧斯卡大會既表揚緊好多嘅國際電影，同時間亦都係想要更加國際化。我哋見到標梅利同埋唔係Paul Mulvey 同佢個仔一齊上台就準備頒獎。
係啊，Lewis Pullman 同埋阿 Bill Pullman 佢兩父子一齊上去頒獎。咁佢哋係頒呢個最佳啊，sorry，原來仲有兩個獎未頒，最佳剪接同埋最佳攝影都未頒啊。咁啊，最佳而家係準備頒呢個最佳剪接啊。咁頭先都講啦，最佳剪接咧就係有誒 F1 有 F1 電影有份提名啦，跟住仲有就係《癲造之才》啦，《一戰再戰》啦，《罪人們》啦，同埋國際電影啊，《情感的價值》啊，呢套挪威電影。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奇怪，點解情感的價值都會係最佳剪接提名咧？因為呢套戲咧其實有好多嘅呢個時間嘅穿梭嘅劇情嘅，咁都係需要有好強嘅剪接嘅質感喺入邊。最後贏出嘅咧就係《一戰再戰》呢套電影啦。咁即係今晚咧，《一戰再戰》已經係贏第四個獎項噶啦。其實我之前即係一路都有講㗎，其實剪接咧對於一套電影嚟講咧，可以話係第二次嘅創作啊，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步嚟。好多電影咧，可能之前可能未必係一套好好嘅，即係可能之前拍嘅時候未必係最好，但係去到後期剪接咧就可能係有個好好嘅效果。迪比摩亞就上台會係頒，睇下究竟會頒咩獎啦。而家應該可能剩翻最佳攝影，可能會係由佢頒發。果然係佢係頒發呢個最佳攝影嘅。咁今年嘅最佳攝影咧係有呢個《科學怪人》啦。嗱，我下邊啲字可能錯咗啊，呢度可能未改上次嘅嗰個係《科學怪人》啦。《癲造之才》啦，《一戰再戰》啦，《罪人們》啦，同埋《Train Dreams》啊，《鐵路夢影》啊。咁其實咧，《鐵路夢影》呢套係 Netflix 嘅電影啦，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質素，有機會爭呢個最佳攝影。結果係由 Sinners 贏咗呢個最佳攝影喎。咁啊，終於 Sinners 又打敗咗呢個一戰再戰，又贏翻多一個獎項啊！咁呢次係咪第一個黑人嘅攝影師贏最佳攝影呢？呢個再 check 先。嗱，根據記錄啦嚇，最佳攝影咧就係第一次由黑人女攝影師贏出啦。之前咧即係總共曾經有3次提名啦，包括咗係1998年嘅時候啦，《Elizabeth》呢套戲咧就係有黑人嘅攝影師拍攝嘅。咁啊，而今次咧呢一套嘅罪人們咧係第3部啊，再之前就係 Arrival 都係由黑人攝影師去拍攝啦。今次係直頭係黑人女攝影師贏咗，咁所以都係幾大嘅鼓舞嚟嘅。咁啊，而家台上就準備演出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嘅提名之一嘅呢個 Golden 啦。今次係K-pop 歌曲啊，第一次獲得呢個奧斯卡提名啊，咁啊，如果贏咗咧，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打破咗好多紀錄啊。咁啊，將會頒發最佳國際電影啊。咁啊，最佳國際電影嘅提名名單就包括咗《純屬伊朗意外》啦、巴西嘅《罪惡嘉年華》啦、挪威嘅《情感的價值》啦、西班牙嘅末世狂沙啦，同埋突尼西亞嘅加沙女孩的聲音嘅。咁而呢5套戲咧，其實都香港都嚟緊會上啦，或者已經上咗噶啦。我自己賽前就預測係純屬伊朗意外嘅，睇下結果係點樣啦。咁啊，結果咧係由情感的價值贏出啊！
呢次咧係挪威電影第一次贏到呢個最佳國際電影，亦都係挪威電影第一次喺奧斯卡贏獎啊！係挪威電影嘅即係嘅高光時刻啦，真係。咁呢套戲亦都喺奧斯卡有9項提名啦，亦都係即係今年好多提名其中一套嘅電影嚟嘅。咁冇誒，之前我亦都有講過，因為情感的價值咧本身係一套講緊嘅電影製作嘅電影嚟嘅。咁佢透過一個父女之間喺佢哋之間有個裂痕啦。咁啊，但係父親就希望透過一個劇本可以邀請個女兒一齊去合作，去從而化解當中嘅之間嘅分歧咁樣樣啦。咁但係呢套戲咧，其實係一套幾反荷里活嘅電影嚟嘅。因為佢係其實講緊咧，即係因為為咗要有多啲唔同嘅資金啦，所以要投靠向呢個荷里活，要去變成一套荷里活作品。咁甚至乎要擺喺 Netflix 度上，咁可以獲取更多資金。但係結果咧嘅最後，其實佢係想要回歸翻，想講其實歐洲電影就係應該要有歐洲自己嘅味道，應該要拍翻自己個語言先有自己個風格嘅。咁啊，最後結果就係成套戲係去翻原本佢嗰個構思，就係爸爸真係可以同女兒合作啦。咁啊，誒今日咧其實除咗頭先輸咗嘅兩個配角獎啦，即係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男配角之外啦，咁其實女主角咧仍然係會爭逐緊呢個最佳女主角㗎。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突破到啦？不過其實個機會似乎都細少少，因為其實最佳女主角嗰個機會似乎都係喺呢個 Jessie Buckley 嗰個身上大啲。而呢套戲咧，除咗最佳女主角之外啦，亦都係爭緊咧最佳導演同埋最佳電影嘅。咁啊，即係嚟緊仲有幾個獎都係有機會嘅。咁睇下究竟奧斯卡會唔會今年有個突破出現到啦？話 Violet 頒獎喎，頒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啊！咁啊，講翻去40年前，其實都有上過呢個台啊。咁有佢上嚟頒獎，其實都預計好大機會係高陣㗎啦，因為其實都係講緊即係其他嘅國家嘅電歌曲都可以有機會一齊嚟爭獎，即係唔同種族嘅人佢哋嘅作品其實都有機會可以爭到獎。咁我哋都睇睇個提名名單啦，咁啊其中有呢個 Dear Me 啦，有 K-pop Demon Hunter 嘅 Golden 啦，有罪人嘅 I Lie to You 啦。另外亦都有一套係紀錄片嚟嘅，係 Viva Verde 嘅呢個 Same Dream of Joy 啦。另外仲有係鐵路夢影嘅同名作品啊，Train Dreams 啊。嗱，大家都睇到其實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即係有所謂嘅即係騷靈音樂啦，有一啲 opera 嘅嘢啦，有 pop song。咁啊，究竟 K-pop 會唔會可以喺今次即係打敗咗咁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咧？以 hit 嘅程度咁當然係Golden 㗎啦，咁但係其他作品其實都有佢哋唔同嘅特色嘅。果然啦，就係由呢個 K-pop Demon Hunter 嘅 Golden 咧贏出咗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啊，係 K-pop 歌曲啊首次獲得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啦。咁佢之前已經喺金球獎同埋英國電影大獎度贏咗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㗎啦。咁啊，亦都喺呢個嘅格林美獎啊等等咧都贏過獎㗎啦。咁啊係一獎即係一套卡通片啊，可以有咁大嘅成就啦。咁啊之前其實咧以最佳動畫同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咧贏過咧，有 Frozen 呢啲都有贏過，即係唔係佢第一套係連贏兩個獎嘅。之前亦都有其他嘅電影係連贏即係其他動畫係有連贏過兩個獎嘅。咁當然啦，有份創作呢首歌嘅女歌手啊，咁之前都已經好多訪問都有講過啊。佢其實係喺韓國係被放棄嘅一個實習生嚟嘅。咁啊，但係佢自己唔放棄咁嘅情況下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喺呢個奧斯卡舞台上面都可以見到佢。啊，大會又響音樂去阻止嘅啲得獎者去繼續發言啊！
咁但係佢哋唔肯落台喎，即係人哋咁難得上到嚟，唉，又即係始終都限住呢個 broadcast 嘅時間啦。咁啊，而家大會亦都係去廣告，我哋亦都休息一陣。